穿越啊，它就是指你从1982年，咔嚓一下，直接穿到了几年以后的今天。我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今年是2026年，不是1982年。那你姥姥叫什么名字？郭淑芬。啊，郭淑芬。老爷是个这样玩的。给。别以为你心细，我就能跟你结婚。妈呀，真把脑子给打傻了。大爷，您让一下。你大爷！叔，您女儿结婚？我结婚。您啊，机械长跑要陈出江湖，以后你就是炒鸡蛋的白痴。不是你谁呀？电焊。郭淑芬。我有点懒。别干，陪你一块儿来。你有病啊！这是我新买的照相机，咔嚓咔嚓。淑芬同志，你也在呢，是个苹果。所有费用你女婿全包了，对不对啊？三位同志，咱们两个是不可能的。看我啊，3、2、1。全场校医倒数第一，不是，咱们呀，明天上场报啊，笑出来，哎，非常好啊，还有点像。其实跟淑芬结婚，好像也不错。渴死我了。你没事吧？